原油即马一桶爱$100咱国内汽柴油后礼拜嘛可能会起，经济部争取3500亿的预算来处理。中油将执行长起案涉嫌贪污2700万，原地23被一审宣判，结果移送对屏东浪港去，桥头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美国总统川普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见面，记者问到伊朗战争哪会无先通知日本，川普说讲日本偷袭珍珠港嘛无成功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了后是头一届去访问美国，伫咧白宫甲川普做伙来讨论这伊朗战争的议题。针对着这美国伫咧开战进程呢，拢无大声通知盟友，川普是表示讲，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日本来偷袭珍珠港嘛无成功啊。另外，这川普呢嘛来呼吁日本，都爱做伙来保护荷姆兹海峡。伫咧川普不满盟友无派军舰去荷姆兹海峡的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访问白宫，这是伊上任了后头一届。记者问川普谁那伫咧对伊朗发动攻击进前，无大声通知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川普立场真硬，讲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往事。Because we wanted surprise.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because of that surprise, we knocked out the first 2 days. We probably knocked out 50% of what we, and much more than we anticipated doing. 面对中东的战争，高市早苗强调日本反对伊朗发展核武的立場，譴責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威脅全球超過90%的原油供應線。これは非難をし、そして茂木外務大臣からもイランの外務大臣に対してもうそれをやめるように申し。高市想要強調美日聯名的關係，伫這進程，川普怨嘆包括日本在內等等的盟友，無幫助保護荷姆茲海峽。Look, I expect Japan to step up. Because, you know, we have t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and we step up for Japan. In the case of Japan, I hear they get more than 90% of their oil through the strait. So that's a big reason to step up. 了后，高市随家己伫转向更较大的战略战术，强调美日伫高科技供應鏈甲資源的密切合作，是應對國際局勢變動的關鍵。世界のエネルギーマーケットを落ち着かせるための提案も持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の後主に経済安全保障、重要鉱物ですとかエネルギーに関する協力、そしてお互いに強い経済を作るための。雙方也講到甲中國的關係，高市強調日本長期尾對中國是保持開放對話。川普是講有計5-6禮拜後會訪問中國，向習近平邀了日本會談美港貿易。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或者比以戰爭拍到單呢錢嘛開甲差不多啊！美國政府是甲國會來追加2000億美金的戰爭的預算，這2個也是傳出這美軍的F-35的戰機哪像互伊朗甲崩落，也毋過這消息是猶太確認的。另外一邊，這後邊的領袖呢是煩惱講能源的計數有可能會失控，所以呼籲愛趕緊互區域的局勢來降溫。美國總統川普伫白宮接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證實五角大廈當咧向國會來追加2000億美金的戰爭預算。川普講，為着應對即馬戰爭的局勢，而且閣有前一任政府甲彈藥攏用了，所以這筆投資就一定愛有。雖然外界質疑講即馬戰爭安尼拖平，毋過川普講，美軍是世界上界強的，面對伊朗上百粒的飛彈，嘛會使全部攏甲炸落來，所以追加預算是有必要的，會使確保美軍的實力。I rebuilt the military in my first term. Biden gave away so stupidly to Afghanistan a lot. He didn't want to move it. He was too lazy, too stupid to move it. But it was a very small amount. It was a lot, but it was very small relative to what I purchased and what I built. 毋過，即馬傳出佇咧戰場，美軍 F-35的戰機去互擊落來，美軍敢若表示講飛行機有安全飛落來。有媒體批評，即個戰爭已經是拍甲吊車。美國國防部長希格賽斯佇咧五角大廈報告的時陣，伊態度大正嘅，講即馬美軍當咧甲伊朗的軍事重點甲拍害去。希格賽斯閣罵歐洲的盟友，批評歐盟未曉感恩，強調美國是咧替自由拍拼，各國應該甲川普洗倒車，毋是佇邊仔看好戲。$200 billion. I think that number could move. Obviously, it takes money to kill bad guys. The world, the Middle East, our ungrateful allies in Europe, even segments of our own press should be saying one thing to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即马美国嘅态度大家正硬硬，欧盟领袖伫咧布鲁塞尔召开峰会，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强调，即马局势已经造成正大嘅无稳定，也佫有苦难，因为卡达嘅天然气设施恐结掉，天然气嘅计数十九已经起3成，严重威胁欧洲嘅能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宏嘛讲，法国敢若支持防御，拒绝即个战争佫进一步来升级，呼吁各方唔通佫去拍民用，也佫有能源嘅设施。It is causing great instability, suffering, and growing risks far beyond the region itself. And this is why we need de-escalation and maximum restraint,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因为美国是一直互人压力，也佫面对能源的危机，所以国际即马各国开始有联合的行动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甲日本19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朗最近伫咧波斯湾去劫无武力的这商船。6国嘛明确来表示，因准备来投入适当的行动，来确保规个荷马珠海峡的安全。公司新闻单位林编译。再来看咱中油的前执行长痴汉，伫咧111年时涉嫌贪污2700万。迄当阵，伊互法院甲羁押一档以500万来交保，而且爱挂电子卡夹。其实这案呢，伫咧23就要一审来宣判，结果昨煞传出这痴汉的电子卡夹已经伫咧屏东互人甲绑落来，而且这人嘛走甲无看影。即马桥头地方法院已经发布通缉，这嘛是咱国内头一件破坏电子卡夹滥港的案例。但是有一些居民是新搬过来的，靠近我们这个区域嘛。这是2009年高雄中油大拿厂油气外漏，中油前执行长痴汉代表说明的画面。痴汉181年因为涉嫌透过职务贪污2700万，互桥头地方法院裁定羁押。112年用500万交保了后，限制自己出境出海，而且爱挂电子卡夹。逐礼拜3、拜6爱伫门牌货币头前翕相汇报，想袂到才拄回报线，19下晡就传出电子卡夹伫屏东万峦互破坏，人嘛走甲无看影。桥头地方法院随发股票，全面敲吹，而这也是国内头届发生被告破坏电子卡夹滥港的代志。被告在周3晚间完成电子报到后，本院在隔天，也就是3月19日周4下午1点55分，被告佩戴的电子脚环遭到拆卸。我也不便问他太多了，我说你博士说都去哪里？他说去屏东庙里，还经常往屏东庙。他说他是初一啊。单附近的劳动司讲，昨早起9点外，看伊要出门，阁有小酒问，痴汉救急爱保重身体，哪会知影代志变安尼？桥头地方法院伫高雄屏东敲吹，到20早起也找无人，除了没收500万的保证金以外，也对痴汉发布通缉。只是外界好奇，电子卡夹设计敢有法度靠人力破坏？专家学者拢讲，确实有这个可能。感应的线圈才是铁质的啦。那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用人为的方式来做破坏24小时都监控的这个行踪，那它会在地图上也显示出你移动的热点。它因为是卫星监控的，所以它常常会有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会发生这种断讯的问题啊。学者表示，因为电子卡夹是靠卫星监控，这回痴汉可能是利用一寡角头信号较弱的所在来破坏电子卡夹。这也显示出电子卡夹不是万灵丹，无法杜撰科技来防止被告滥港。记者郭斌在国家主区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今年开始，台湾呢拢无啥落着雨，伫咧日月潭水库这水位呢已经降真济啊。现主时是来到741.9公尺，宏观处是讲，若剩降到740公尺以下，安尼就会考虑把这码头甲封起来，而且油船呢暂停营业。即马这个日月潭上界出名的烧贴的9只4脚啊，即马已经看到6只，也显示这用水的危机咧要出现。国际上正出名的旅游景点日月潭，最近因为欠水，水位直降低，因为无水，9只4脚贴悬悬的所在，即马已经会当看到6只。1、2、3、4、5、6只。大壳壳安尼，你感觉较会影响到这淡薄的景色？我感觉袂啦，特色不一样嘞，但是看到淡薄担心啦，水量变少了啊，这边的饮用水会影响到啊。差真多啊！差真多啊！无应该搁较侪水，安尼风光明媚的更漂亮啊！台湾目前进入大水期，加上今年春雨较少。日月潭现主时水位已经降到741公尺左右。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指出，
若准水位落啊到741公尺以后，就会考虑甲码头关起来。这阵游览观光的服务嘛会停止营业。即马日月潭水库的水位降至742公尺，因为码头的桥会变得较狭，所以爱请来日月潭佚佗的游客会使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因为水位下降，日月潭水面嘛出现着两种色水，部分的所在看到黄色的土水色，那亲像阴阳海。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强调，这是因为水位下降，布外边的土显现出来，水开变色，嘛显示着大水期的危机。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水爱欠欠用。记者洪延修南投报道。即马咱国内的蒜头是当咧收成，也毋过呢，今年是受到这气候因素等等的影响，蒜头受到病虫害，结球歹，而且卖无价。农粮署呢，就甲农民来收这的蒜头，拢总是有1000万斤，价销是1斤28块以上，而且因也呼吁这农民呢，会当先甲蒜头甲烘好打，另日才个慢慢摕出来。即马豆豆进入国内蒜头的采收期，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价销嘛比成本较低。地方民代接到蒜农的真情，希望农业部协助渡过难关。农粮署伫个让高档了后，搁再收买蒜头来稳定市价。这上介少基本费，上介少1分地爱5万以上。安尼，敢若本钱哦，工钱是无算哦。相关的配套甲措施就对，最主要也是要确保咱蒜农的收益，这是同重要吼。农粮署表示，目前本林产地淡蒜头价销1袋斤24块至28块，比去年1袋斤32块搁较低。加上这几档肥料甲农药价销也悬，真侪农民是叫苦连天。农粮署会辅导蒜头产业切入联名等协会，到收买1000万袋斤的淡蒜头。大概就是说，针对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稳价措施的部分，我们大概已经有预定好那个规划书，大概就是说，我们大概要做那个，这个是数量是大概是1000万台斤的一个丝蒜的一个收购，台斤28元以上的价格来向农民收购。采收期的期间吼，嘛有足侪进口的蒜头爱冲击到咱本土的蒜头啦吼，安尼就影响到阮这蒜农的这个权益。农粮署嘛讲，收买上限是每分地2800袋斤的淡蒜头，而且农民爱有种植登记才会当申请办理。最近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油价起悬，航运成本增加，进口的成本嘛会较济。国产的蒜头后续应该会搁较好价，呼吁农民莫急要卖，会当先烘干，再搁慢慢来卖出去。记者综合报道。船轮这凯美风台呢，是互北江溪布花放弃这大水是直直安尼灌入园仔内。即马这台南后壁区迄带呢，上无还阁有60多公顷的这个农地是无通好种植的。虽然讲这政府是投入真侪钱来整理，也毋过旧年呢，阁落真侪雨，所以可能得要等到今年的3月底才会当清理煞。农粮署是讲会来争取相关的补助，补贴农民这段时间的损失。眼前的后壁区上家当将近60外家产地，对船轮凯美风台北江溪放化了后，产地就安尼趴荒，农民无奈讲水沟甲排水设施损害甲真正力，因根本无法度落去整理。虽然中央拨款1亿由市府来清烂土，原本去年9月完工，因为去年风台加上落几啊天大雨，工期煞延到今年3月底，田园到达也无法度种植，互农民真着急。因为你水沟即马你水沟的宽度要。空偌悬偌深，咱唔知影。你水沟要先裂开空起来，咱的田到我咧就水沟啊，就水沟咧做到食水地、食水食会着啊。哦，你已经3冬啊，3冬拢无法度互因种，也是毋是讲今年度要拜托政府哦，佮甲因补助一下。都像咱放油井啊，哦，佮放规间。都拢无哪补，妈咧啊，就是人拢人嘛爱补，鸡啊冇赚，无所都唔能讲种老人要哪生活啦。针对工期延后影响农民种植的收入，有民代替农民向农粮署争取，要求把原本的休耕补助案佮延长1冬，包含今年头1期佮第2期的补助。农粮署讲会向行政院争取来补贴农民这段期间的收入损失。考量地方近期反映，就是有部分农地还没有复原，再加上说灌溉沟渠也正在整治当中，所以我们近期会再向行政院争取115年可以延续专案休耕的措施，来确保农民收入。
除了政府补贴、恢复灌溉设施，才是复建的关键。目前当地的邦鼻支线顶3条重要的水线，早就互土沙大掉了。农田水利署回应，目前有核定买1000万的专案经费，但是府验收完成，水利署的工程得随进行，相关单位全力赶工。没有这片受灾严重的后壁农地，会当早期恢复原本的模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道3号新竹系统呢，总是有2台轿车甲1台施工的车辆安尼相争。根据了解，这个肇事的姓林的驾驶，伊是用这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那亲像就是无注意到头前的车，才会来出车祸。专家是提醒讲，咧使用这个辅助系统的时阵，一定得爱注意头前的路况，而且在行道路呢，嘛得爱严护条，才通适时来反应。画面中会当看到其中1台车已经弄甲变形，规台车颠倒头变过。代志发生伫拜四下晡，姓林驾驶的白色轿车疑似无注意，头前有国道施工车辆在内线进行抠草作业。白色轿车先弄到另外1台乌车了，佮弄到国道施工车辆，造成2人受伤。根据了解，驾驶当时有用辅助驾驶系统，详细原因警方也搁咧厘清。驾驶自小客车行驶内侧车道。疑未注意前方进行之除草作业，先碰撞前方沈南76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再碰撞林南47年次驾驶之施工车辆肇事。经警方初步了解，林南当时有开启行车驾驶辅助系统。专家提醒，系统主要是辅助驾驶，唔是自动驾驶。在使用时，双手千万袂当离开行道路，而且爱随时注意头前的路况。若是碰到歹天，就唔通使用，确保安全。这些东西我们统称叫做 ADAS 啦，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所以它永远都有一个叫辅助 assistance。所以你一定要教民众比较笨的，以为说，哎呀，我花钱了就买一个自动驾驶，那个名词本身就是告诉你是有人帮你。那你如果碰到气候很不好，第一轮就是政策就出问题了。你如果雨下很大或者雾很浓啊，这是我们在习惯容易碰到的2种状况。类似人类的眼睛嘛，它电脑一样会看不到那些车道线，看不到那些标志啊。科技进步，即马真侪新车拢有辅助驾驶系统，也不时传出类似的车祸。专家表示，台湾的交通较复杂，提醒驾驶也是爱不管时去注意道路的状况，再当提升赛车的安全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屏东的万丹国小传出那像是食物中毒的事件，这是有43个学生甲1个老师，伫咧18食这学校的营养午餐了后呢，陆续出现这个老又搁吐的这个状况，甚至有学生是去大病院。卫生局昨是派人去到这学校的灶骹来采样，校长表示讲，这间公司呢，伊是包3间学校的中昼顿，是这食物有问题，也是讲这落到病毒来感染着，这是要搁爱等待调查的结果。画面看到家长陪囡仔去病院看医生，囡仔有的吐，有的腹肚痛，因拢是屏东万丹国小的学生。对18暗时开始，未少人出现流甲吐的情形，惊是营养午餐的炒饭有问题。学校赶紧通报县府教育处，统计有43位学生和1位老师无爽快，其中有2个学生住院。目前，我们学校的供餐人数是有999位，疑似就是学生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大概目前有41位的但是现在都已经陆续复原中。其实那个昨天的人数44到今天的41，其实是没有往上增加的。小朋友就是有肚子痛，然后有呕吐这样子。是。对。你们家小朋友有吗？目前没有。对，还要持续观察。这摆受到影响是4年占大部分，4年4班和5班1半以上的学生拢请假。卫生局19透早就派人进去学校厨房做采样调查，嘛要求学校暂停煮中昼，这2天厨房进行2摆的消毒，确认无问题，才会使恢复中昼顿。命学校厨房暂停作业，进行环境清消，且需确认环境改善，通过复查后，使得恢复供餐。后续将依规定将相关市政移请屏东地检署侦办。校长讲，因为这间团膳公司有报万丹国小、德林分校和兴华国小3间，目前只有万丹国小出问题，怀疑有可能是落炉病毒。校方会请老师提醒学生囡仔爱较接洗手，注意卫生。不过到底是食物问题，也是病毒感染，搁要等卫生局公布调查结果。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咱国造畅水南海群河即马是长咧测试，总统赖清德昨呢是头一届爬起哩视察，这内部的设计呢也有公布一寡，包括着餐厅、医疗设备，也是讲这个宿舍等等。那目前这美国上新的情报呢是认为讲，其实中国2007年的时阵要无材料通好拍台湾，不过咱国防部长郭立雄伊是回应讲，提升咱的防卫能力，这是一直拢爱做的代志。头一届起哩国造畅水南海群河的甲板，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总统赖清德关注海群河测试的进度，直到头一届上南时道，防空时相关机密的海群河内部也对外公开。对外面来看，海群河空间无宽，是现代化的设计。赖总统顺势紧急医疗设备，也去到餐厅，遐有蓝色的软垫长椅，用餐的环境真舒适。房间的部分是3站式的吊铺，老总统也关心床边的炸光卡顶，确保官兵的生活品质。潜舰是我国发展战略核准的重要工具，也是反制海上攻守、后打战略纵深的重要防卫武器。另外，赖总统阁视到海军256舰队掌握现役的舰量级畅水南性能提升的进度，海龙号带头相关性性能的提升，安装新型的畅水吊架。另外一只海虎号按算年底完成升级，水下作战能力会当大大提升。也拿在船并海群号6月交船，国防部的部长郭立雄20回应，会照部来无设时间表。也是在安全确保的情况之下，把它做到完整。完整之后，我们再来进行交接。交给海军之后，那要那个进行在不同的这个海域进行那个航行测试，可能最后那个重头戏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运用的测试。那这个可能都要就由海军来进行。那这个大概是不可能在那个台船进行的。也拿美国上新的情报评估，中国无计划在2027年侵入台湾。不过郭立雄警示，中国的军事扩大行动是唔捌冻点过，台湾当做的就是一直累积防卫实力，让他感觉到说，明天可能不是一个最好攻台的日子，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实力。他的对台政策还是以这个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来做准备。面对中国的威胁，邱水正强调，咱国做上歹的打算、上好的准备。郭立雄表示，爱维持有够大的实力，阻挡侵入，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即马受到这中东的这个战争的影响，国际原油是安尼大变动。即马一桶呢，差不多是爱100块美金。后礼拜咱国内汽柴油呢，1公升恐惊是会去4.795块。若准用这中油的计算的公式来去算，安尼可能是会去12块9到15块半。即马经济部是表示讲，已经争取3500亿的预算，赶紧来处理。因为中东的战火，致使国际原油供应的危机。经济部19暗破文，强调伊朗持续封锁核武自海峡，中国、韩国、法国等等核电的大国嘛受到影响，包括波兰的原油起6成，杜拜原油嘛起1倍。外界关注目前台湾2项因应措施，以及亚洲邻国上加介绍平稳的机制，甲专案平稳的机制，后礼拜可能无法度，阁无起价。中东的情势，所以副院长还会召开物价的顾问小组。另外，对于油价还有股市的发展，还是进行每日的监控，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在一家卡达能源公司起飞弹攻击，致使波兰的原油一桶超过100块的美金。事实上，照中油联动的中东指标油价，目前已经超过一桶140块的美金。根据浮动油价的机制，后礼拜汽油、柴油一日恐惊会调悬4块7到5块，若搁加上进前无起的金价，可能做一届会调整12块9到15块半。吸收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点风险啦，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说未来的整个这个国际情势还是就是说我们财政的情况是更好还是更差，动涨的话有这个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政府祭出2大平抑措施，不过光是前2周汽柴油吸收就已经让中油减少收入33亿元，外界关注如果动涨长达1个月，将累积亏损超过100亿元。外界预估战争若是拍到9月份，中油吸收的金额恐惊会到400亿，互中油的债务会当讲是无比严重过。目前敢是会搁压力卖起价，中油也未说明。不过经济部表示，目前中油希望争取3500亿，经济部已经同意，而且已经送去行政院争取编列预算。记者综合报道。
民众党李正秀的资格争议呢，即马是继续咧加紧。党团是来提出公决案，谴责内政部长刘世芳，而且也要求要甲民进党的调委立即个来移送纪律委员会。这里也是表示讲，这李正秀呢，毋但是资格有问题，而且这事实阁分袂清楚。亲像华语共事案，台语也就是拢总死案的意思，伊煞写作是共识案，实在互人直直害头。 陆委会他们已经有预告说，下周的话，他们跟内政部做法一致。民众党陆配立委李正秀资格争议，伫内政部拒绝接受质询了，陆委会也表示同款立场。李正秀正不满23日的立法院国事论坛，叫民进党唔通歧视。今天如果本席只是一般民众，能站上这个发言台吗？在此，本席严正呼吁民进党停止歧视与霸凌。 不能再追杀陆配。陆委会是讲，真正剥夺李正秀权益的是对话，重申行政机关已经认定伊的就职资格有疑虑，也过尊重立法院的解职权。李强讲，民进党会让该解职，切人逮捕就会使。忘了我们司法 ABC 都知道嘛，无罪推论了。那你现在来讲，中选会已经发给他当选证书，他也宣誓了，他现在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不给他行使职权呢？台湾民众党提名的李正秀委员，没有所谓解职李正秀委员的议题。那立法院在韩国瑜院长协调的结论也明确的表达，李正秀就是一位合格的立法委员。民众党团要立案的内容有4案，结果李正秀竟然写成共识案，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法理上又不合格的人，凭什么当台湾的立法委员？民众党团不办最近的空气质询，提案谴责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要甲内政委员会调回李必以上纪律委员会。拜一还是请李正秀女士上台发言，那而且我也尊重行政院目前出示所有的法律证据。那很遗憾2个尊重换到今天民众党的一个非常无情的谴责。因那中选会是不是对李正秀提出当选无效之诉？中选会讲，你涉及重大或者是重要事项，会照规定提请委员会审议之后做出决定。这么就要等主委甲其他委员正式上任了，才会当开会。记者综合报道。要拿另外一个国际问题来看，这46当前赴澳洲收养的王文，伊去年呢来到台湾探亲，也希望讲会当恢复台湾籍。也毋过内政部说伊无证据通好证明伊伫台湾出世，来拒绝伊的申请。今仔日这个王文呢是提出伊的出世的证明，也有中华民国的护照。伊强调家己呢是台湾的查某囝。要拿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回应讲，目前当咧确认这个证件。Again, to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please do not make this trip to Taiwan be for nothing. Please reinstate my Taiwanese citizenship and reverse this cruel and unjust decision. 向内政部发声，经恢复伊的国籍。中文名王文的 Vanessa Myers，46年前和亲戚老母分互别人饲，由澳洲的家庭收养。去年回来找亲戚老母申请换台湾的护照，外交部高度重视甲协助。内政部煞拒绝伊恢复国籍的申请，伊提出出世证明甲台湾护照的正本，希望会当有转机。I am a victim, sold to another country as a small baby without any say in the matter. And now the government has effectively erased my existence. But I am a daughter of Taiwan. 他当时的中文名字叫做王文，他的出生证明，他是在台湾出生，台北市出生。按照我们的国籍法，他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Vanessa 表示，伊和澳洲人收养，到澳洲3年了后，因阿公以不是申报户籍的理由，伫1983年申请注销伊的户籍，也有甲澳洲家庭的收养关系。这支内政部无查核，就照单全收，强调伊家己就是台湾的查某囝。出生证明无法做最后的确认的话，我们会建议是否采取用 DNA 的方式，也就是说让他在台湾的生母或生父呢用 DNA 确定的方式。那如果可以的话，回复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国籍，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刘世芳表示，内政部会用同理心极力协助民众等相关单位，当咧确认出示证明的证据，也是用 DNA 确定的方式，要恢复台湾的国籍，应该袂有伤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过来关心这波中东的战争，虽然讲这美国甲以色列呢拢讲崩派伊朗真侪设施，也毋过包括以色列在内，真侪附近的国家即马也是直直受到伊朗的攻击。目前这伊朗的南帕斯天然气园呢是互人家崩派去，因讲若准有人搁再来攻击，安尼就会报复波斯湾周围的国家。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空袭警报又搁咧弹，对当地时间19半暝到20透早，气氛是真紧张。We are winning, and Iran is being decimated. Iran's missile and drone arsenal is being massively degraded, and will be destroyed. 波斯湾四边国家的能源设施，有关继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甲飞弹的轰炸。伫伊朗重要的南皮斯天然气站，互以色列空袭了后，伊朗呛讲，若搁受到轰炸，对波斯湾四边国家的能源设施会进行无限制的报复攻击，国际能源市场会愈紧张。分析师认为，进前的空袭加上荷姆兹海峡航行受阻挡，引发的油价起价算是暂时性的。不过，基础设施若继续被破坏，长时间以来对市场的冲击就真相重。If the attacks against the infrastructure, the oil fields, the gas fields, and the processing plants continue, then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fix that. 另外一方面，波斯湾国家应该认为到目前为止行动阁算有准则，不过也警告伊朗唔通软土深骨。Unfortunately, with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South Pars in Iran, and then responded in tandem by the Iranians on various oil and gas facilities across the Gulf, if that continues, and especially if we see human toll increasing, then that could mean there could be some retaliation out of defense from the Gulf states. 面对各方质疑，是以色列害美国嘛就要聊落来。纳坦雅胡公开反驳指出，美国甲以色列分别有暗算，无啥人害啥人的问题。Israel acted alone against the Slawiya gas compound. Fact number 2, President Trump asked us to hold off on future attacks, and we're holding out. 纳坦雅胡也指出，伊朗的核能设施差不多拢乌有去啊，未来已经无提炼浓缩铀的能力。国际新闻七家人培育。全球穆斯林的传统节庆开斋节对19暗开始，也毋过即晚的中东地区是当咧烧节，另外东南亚这各国油价也拢抢悬，就连印尼呢，嘛有一寡所在这水灾了后是也袂复原，所以真侪人其实是无心情通好庆祝的。市场人来来去去，打围垦5花10色的糖啊！19暗开始就是穆斯林传统节庆开斋节，也是斋戒月结束。照习俗，穆斯林会伫即天起清真寺礼拜拜访亲友，搁食一顿正澎湃的餐点庆祝。重要程度甲华人的农历新年同款。伫如常的干沙走廊，真无简单。伫去年10月宣告停火，对物资渐渐入去，市场嘛开始出现新衫甲食物。نزحنا مرة واثنين وثلاثة وأربعة لكن رغم كل شيء مستمرين لأنه مشروعنا هذا هو المعين الأساسي لأسرتنا المعين الأساسي للسيدات اللي معي لهيك ما وقفت。不過我哋2年半的戰爭過了後，真濟人也袂驚出失去親人的痛苦。今年開齋節並無因為停火變得較輕鬆，顛倒中南地區各個新戰場，和節慶打喺烽火陰影來。Lebaran ini kayak nggak berasa lebaran memang pun bang. Ya lebaran sebelum-sebelumnya, untuk sekarang udah kayak beda lah. Lebaran sebelumnya memang udah kita rayakan. Sebelum lebaran pun 2 hari lagi, seminggu lagi sebelum lebaran kita udah merayakan. Untuk sekarang kami memang belum ada rasa apa-apa nggak ada。伫全球穆斯林人口上侪国家印尼，今年的开斋节同款无好过，因为美国伊朗战争的影响，油价一直真悬，部分地区的油价来到每公升差不多代票93块。伫索文达列岛的阿济省，去年才拄啊经历过严重的水灾，大部分的设施拢毁损，袂少人啊住伫个临时搭建的텐트内底等待工园重建。印尼上闹热的市场，即马也点止热。对于全球超过20亿穆斯林来讲，今年开斋节的情况较特别，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经济因素，拢充满正复杂的心情。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
咱看这个片名，或者是晚安小鸡的这个网红陈凌传等人呢，是因为伫咧柬埔寨家己搬一出互人绑票的去，结果伫咧当地关2冬，即马倒来到台湾，随个互警方甲掠去，原因是伊伫咧台湾北部嘛有牵涉到其他的案件，伊家己是承认讲，迄出戏呢有影是做了无对，唔对，而且呢嘛讲以后会阁开记者会来说明。因那今仔日早起经过检方的讯问了后，这晚安小鸡已经互限制住机。警察伫边仔戒备，以上嫌犯，伊是外号合作暗安家囝的梦庆陈凌混，也个合作安闹的罗祖显，两个人伫咧柬埔寨出国了后，陪同记者单转来，就去互警察带回去，继续侦办。我觉得我的方式用错了，这2年来在里面想很多，以后可能会改变我的创作模式，会让大家会看到我慢慢改变的一面。伫镜头前会实咧讲因真正是做唔对啊！2冬外前，两个人去到柬埔寨开直播，家己伫遐搬戏，讲啥物去用抢劫、去用绑票，事后就去封抓，因两个规就来甲人会实咧，啊！伫咧当地去用依照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封抓入去关2冬，啊！即马去用关出来啊，封遣返转来台湾，啊！毋过柬埔寨官方煞无提早甲咱讲。其实在很多重要的国家，我们都不会有这个邦交的议题可以直接介入，所以有时候从外交的管道去找他们外交部的时候，就第一个遇到阻碍，要想办法绕过这个瓶颈，所以就是要由我们的联络官，他平时建立好他自己的联络管。柬埔寨忽然间甲人送回来，刑事局回应，驻越南乌志明市的联络官已经私底下有透过管道掌握两个人转来台湾的时间，啊，毋过这两个人一落来，就搁去用随掠走，因为因两个伫台湾总入去人兜咧舞代志，涉嫌侵入主体甲毁损。那个地方是以前小偷都会去偷嘛，保险柜那些抽屉啊，全部都被拿铁锤敲坏了。他说是不是我用的？我说不是。探险还是要去别人的土地探险，这一点的确是对于社会大众观感不好的地方，这个的确是我的问题。两个人飞去柬埔寨了后，因为团还袂到，检方来发布通知，很搞怪，就要继续面对司法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央行第一季理监事会议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这台湾人呢第2户买厝的贷款，上济是对5成调到6成。专家认为讲，这是有通帮助提高市场的信心。这换厝的民众呢，会当减少1成自备款的压力。也毋过，针对着已经签约也未拨款的这个个案，敢会当适用新制，这是要个需要观察的。伫去年全国厝的买卖移转的数目只敢若剩26.1万栋，从最近9年来新低。因为今仔会影响房市，央行宣布自20开始绑定第2间厝房贷上限，第5成增加到6成，互要换厝人减1成的自备款。如果说呢，现阶段仍然在这个排波上面要等待一段时间，它其实呢也不太可能有所谓的这种 V 型反弹或者是报复性买盘的。专家认为，央行略绑定房市的管制，2年区的厝价是未受影响。不过伫新兴区域就要注意建商是毋是因为看到买气有回升，造成新兴区域的厝价颠倒袂共。房市注册专家认为，央行对换厝人放出有限的信号，互房市的信心小可回升。和民众较愿意想要换厝，市场交易量小可会当回升。民众的购屋的负担等等，如果还没有一个明显的下滑或改善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认为有任何应该下修的理由。民间团体认为，央行的压力是因为民众对高房价不满。因为传统开发商如果因为信用管制，房市交易量急速而反弹。所以政府无应该下收房市信用管制，因若绑定第2间厝房贷当时当有效果。专家讲就要看520这个档期。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伫去年底呢，这户籍已经形容清楚啊。即马县政府是打算把这个资源转做是福利。县长柯淑华是宣布讲，对今年8月开始，按算要投入2372万，来增加这县内各中小的行政人员的编制。全告总是表示真认同，不过伊嘛认为讲，这地方政府来做要是无够，应该就要对这教育部对源头来做起，统一全台湾行政标准。来到教务处，这寡老师无闲叱咤，大家拢在处理行政工课。照理来讲，老师的专业应该是教学，不过现实是爱这行政工课以外，还有临时的强制性竞赛爱选到，常常拢加班2-3点钟。
通常会加班的大概会是像处理学生事务最多，比如说学务处，那处理起来有时候8、9点还回不了家。那如果说像我刚刚讲的这种固定的行政事务，比如说处理招标文件，大概可能会延后到1个小时左右了。为着要减轻老师的行政压力，南投县政府宣布，对今年8月开始，各大各中小行政人员的编制，让老师专心做好教育的工作。为了鼓励更多的老师能够保有这样的教学的品质，那所以我们这样的重新把行政人员的这个编制呢，扩编之后，1年虽然会增加县政府2000多万的一个预算，但是我想呢，这个是鼓励老师能够用心在孩子。对此，全教总是表示肯定，不过因认为地方政府来做也是无够，上重要是教育部要定出统一的标准，对源头来做起。南投是伊改变伊的行政组织的编制，但是共款这无法度，甲今的需求也是无共。希望教育部较明确的甲大家讲，什么是老师爱做，什么是老师无需要做。因希望教育部会当参考英国、日本的做法，明确分出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的能力资源，让老师发挥家己的专业，投入教育现场。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今仔日3月20，旧历是2月初2，也就是头家土地公生，同时嘛是24节气当中的春分。在天气方面呢，在北部、东部也有恒春半岛，其实部分地区呢是会落小可这短暂阵雨的。若礼拜了后，天气才会豆豆啊回稳。不过气象署也是提示讲，这礼拜到后礼拜3，金门、马祖甲西部地区呢，透早拢会大雾，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现场的人查，这是南投出名的泡面土地公庙，大家来拜拜求平安，阁会当免钱食泡面。拜五是旧历2月初2，是土地公生，嘛是民间讲的头家。台语有俗谚讲，食尾鸡面悠悠，食头家脸喙鬚，意思是讲食尾鸡时阵烦恼工课有变动，啊若食头家时阵员工喙笑目笑，毋免烦恼，互人撕掉。嘛有另外一句俗谚，号做头家无做尾鸡空。尾鸡无做年年空，这句话是强调头家祭拜重要性。逐年的2月初2，第一拜做嘅叫做头家。这天一般来讲，拢是去拜土地公，因为土地公生日啦。做生意人感觉第一天拜土地公，伊的生意会较好啦吼。3月20嘛是24节气的春分，气象署指出，这礼拜天气变化较大，拜5、拜6受到风面的影响，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部分地区会落地渐雨。礼拜风面离咱较远，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渐渐变稳定。不过东半部山区也是有可能会落雨。至于在未来1周的话，在明天的话呢，大致上降雨跟今天都比较类似，不过东边的水汽是变得比较多一点哦。那到了3月22，环境慢慢的转偏东风之后呢，东半部地区是迎风面，都还是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阵雨的状况。不过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以山区的午后零星阵雨为主。气象署嘛提醒，礼拜到后礼拜3，金门、马祖甲西半部透早会大雾，凡势会影响视线，提醒驶车都要注意安全。记者郭正阳、王志光、王英修综合报道。台中中区的一道巷仔，这地主去年咧拆厝整地时阵，发现那像是古迹的护国山台中市。这文书审议呢，是伫今年2月否决伊的文书的身份。即马民意代表甲文书工作者是感觉真可惜，认为讲这现行的制度也是需要检讨的。东基区进场拆厝进行清运，文书团体估算有122栋历史的护国山台中市残存的部分，已经变做一堆瓦皮啊。附近民众讲，台中市府无指定做古迹，无登录做历史或者是纪念建筑了后，人伫国外的地主就请代理人整地，按算要做停车场。看到那里不是古迹，人家不是市政府有去查，对不对？查的不是，人家就可能就屋主就想自己要做什么嘛？护国山台中市徛台中中区，去年6月地主拆铁厝的时，才意外发现台中市府加立做鉴定古迹，经过文资委员评估，认为护国山台中市主体已经无伫咧啊，周边的环境嘛改变真侪，所体无取到文资身份。不过同时出土的大雅凤州回旋笔，刷去代理分抢保存，明代批评无指定做文化资产，无代表无文化价值。市府嘛无掌握到资讯，地书建筑的文字，甲门口的回头通行无通保留落来。
原本文资处其实有要求业主说，你如果要拆除的话，希望能够通知，让他们可以去做局部的保留。但很遗憾的这只是道德劝说，并没有任何强制力。所以当业主无预警的拆除的时候呢，文资处其实要做什么已经来不及了。那这凸显了整个 SOP 其实是有问题的。文书工作者讲真可惜，认为本案甲天外天局长真相像，市府应该将福国山台中市列做历史建筑，或者是甲民间佛系合作异地保存，会当甲珍贵的台中基地保存落来。太可惜了啦，因为可以证明当时那个是整个街构都是富国山台中市的位置。建议市政府团队和那个文化省的小组依法不能保存的时候，跟民间沟通，找出一个可以异地保存的位置。台中市文化局表示，这个建筑应该是日本时代台中市附属建筑的遗迹，过来会照文资委员的建议调查甲记录，嘛尊重所有权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后壁的火车头呢，是因为去年伫丹那市洪灾当中受到损害，代替即嘛是从980万要来进行修复的工程，而且因是表示讲，这修复呢会先来保养伊的结构，提高安全性，也会争取这文化部来补助修复的费用。用2支铁条提咧，就行喺阿鲁米架向落落来，会去上着坐车的民众。代替后壁车站，去年伫丹那市风台受损长，地输站内厝下排水管甲天棚歹去，代替先紧急处理一部分。毋过为着要保存这栋台南市的历史建筑，代替嘛筹募988万元，要来进行修复工程的规划设计。年底之前会完成一个基设的动作。基设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些讨论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如果为它缩短时间，可能我们跟市政府来通知，一起来讨论，来缩短一些审查跟修正的时间。代替后壁车站是1903年起的木造车站，伫1941年嘉义中部地震的时损坏。目前木造的日式站舍是1943年订建的，是代替车站内面真少数阁留落来木造日式站房。搁伫2005年，互人列入于台南市历史建筑。为着安尼，民代嘛伫19去现勘后壁车站的修复计划，要进一步提升后壁车站的文资保存价值。做一些紧急的一些防护啦，这样，毕竟整个一个经费的争取需要一点时间。文化局这边会协助台铁公司这边来向文化部来争取经费的一个补助。去年风灾了后，代替初步检修，搁进行现况调查，预定4月进行完成修复工程规划设计，甲建造技术服务的招标。明年修复工程设计完成了后，爱搁送台南市文资审查，代替会筹募修复经费，嘛会争取文化部补助。修复工程预定2028年底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宜兰东山乡的梅花湖呢，这是在地真出名的景点。过去定定会办这铁人3项等等的活动，也毋过最近这水质就是愈来愈歹，互真侪选手拢真怨叹。所以县政府今年开始伫梅花湖来启动改善计划，希望会当改善水质的环境。伫梅花湖搭船啊，或者是伫宽湖道路骑电动车，是当地主要的观光活动。过去遮常在办铁人3项等等的比赛。不过，因为水草发了伤旺，水质油氧化、变老，还佫有臭味的问题，伤到梅花湖观光的形象。每次有人时啊，骂的顺路哦，就人家看起来很脏的样子啊。在地希望问题紧解决，县府今年启动水质改善计划，找专业的团队伫梅花湖内底放拍空气的设备，水面的气泡一直闻出来，这拍空气的设备内底会掺味内味的气泡，配合莫达。会当确保湖水持续流动，增加水内底上诉的量，再加上大自然微生物分解的能力，湖水会当自我净化。那我们的条件，其实就是强化分解者的角色，让大自然的产物啊，去分解大自然的废弃物。我们现在这个初步的一个发包部分化，那纽约期限是1年的，那我们也会持续来观察检测水质的部分。水质油氧化的意思是水内底氮、甲磷等等的营养物质过多，致使水草大量洗脱，造成水看落是青色的，水底袂通光，日头晒袂着，就会影响水底生物的生存。县府讲，过去伫罗东公园的方明湖，嘛利用拍空气入去水底的方式来净化水质，希望梅花湖嘛会当有同款的效果，让水质变好较清气。记者综合报道。
启动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女子无胜区奥运金牌林旭婷，伊是因为这性别的检测有争议，所以真久拢无出来比赛。今嘛这协会是表示讲，世界无胜区联盟医疗委员会已经通过裁定，林旭婷是会当参加月底的亚洲无胜区锦标赛。这个亚洲的无胜区锦标赛呢，3月28就要伫蒙古来举办。巴黎奥运了后，到今呢已经超过当半的时间，拢无出来比赛的这个林旭婷，总算是会当去参加。世界无胜区联盟医疗委员会呢是认同林旭婷的资格，伊的性别争议呢嘛总算收煞。这也代表讲，伊是真有可能会参加今年9月伫纳古亚的亚运。世界的潮流街来看，这漫画的电影 K-pop 6梦女团呢，是伫全球引起真大的轰动。若是受到这奥斯卡的肯定，也带动这韩国当地的观光，和古迹又搁再受到关注。华丽舞台、迷人的歌声，六梦女团挥扫全球野坛。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风气嘛为大野幕烧起到首年。片中主角开场的汉阳都城，在奥斯卡大奖的加持下，已经是野迷心中上夯的朝圣地。It was a scene in K-pop Demon Hunters where they sung Free. I thought the location was very beautiful, and I found out that it's a real location. So yeah, came here. 行伫首尔63公园，对遮侪游客来讲，唔但是对青，嘛是对韩国历史文化的深入体验。Adds interest to different places that we can go and see, and then my kids and family learne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Korean culture from the movie, I guess. So it's kind of nice to see it. That it's not just Disney and Pixar and stuff like that. That it was a show that no one really expected to become bigger at least. 影视作品甲古迹加持做拍开热点，伫爱尔兰几来做老灯塔是找到观光的新定位。徛库克郡海岸线有100年历史的嘉利角灯塔宿舍，已经转型做精品旅社。Can you imagine waking up to this view, but having this as your workshop? This is where you work every day. 无人恬静，对都市旅行者来讲，袂输平行世界。坐伫遐看海影、听海影，有影解郁。He said, "Here you go out,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The silence he thought was beautiful." 东怀围起六角灯塔，保留传统文物甲行船的设备，互人伫现代旅宿空間中，依然会当感受過去的海事歷史。老燈塔會當透過改建變成特色客店，東山再起。It's very important to give these buildings a new lease of life, because if we don't, they'll just crumble and decay. By repurposing them, people can get to enjoy them and enjoy what it might have been like to live in a lighthouse in the past. 為熱門影視場景到歷史建築再生，美麗歷史建築當變成做現代觀光新地標，守護歷史常時吸引全球旅客行出都市來到偏鄉甲文化遺址。公司新聞林義主編譯。今仔日甲明仔載，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北部甲東北部的天氣會較涼，其他的所在早暗溫度也較低。桃園以北、東半部地區、竹苗山區甲恆春半島會有局部短暫陣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